年苗栗县客家歌手演唱会，苗栗客音向满天。让我们热情掌声欢迎主持人美芳 DJ 印。大家晚，大家好，大家晚，大家好。哇，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一轮明月配上好音乐。中秋佳节的连假呢，大家有缘分团圆在这里欣赏好音乐，真的是很难得的缘分。来，大家双手先借给我，温暖的掌声献给在隔壁在座的大家，真的是有缘分，好不好？互相欢迎一下。欢迎来众茶，欢迎大家，欢迎，真嘅非常嘅歡迎大家來參加今日阿比亞晚會嘅節目。今日節目當中也安排到千多非常好嘅節目，好啦，大家共下來做一隻欣賞，亦共下來做一隻歡樂。没错，那有这么丰富哇！大家看到节目表，我们的阵容很多都是我们苗栗民间的高手哦。那有这么丰富的活动，我们非常感谢今天与会的贵宾呢，都是我们的有功人士。所以呢，当我在介绍的时候，希望大家掌声再加欢呼声。我们要感谢苗栗县的县长徐耀昌徐县长，热烈掌声欢迎严总，严总好，对于安妮的发通呢，非常的支持，今年都会第三年，嘿，唔会查哈，非常的感恩。那还有呢，我们文官局的局长林彦甫林局长，局长好，欢迎。是的，对这个艺文的活动呢，也是非常的鼓励、支持，还有创新。尤其对安利客家族、安利客家跟国曲、客家跟艺文呢，推动真的是非常的用心。感谢局长。那我们接下来呢，今天晚上也有粉墨登场了，粉墨登场，对，身体力行啊！安利一总中东锦贤伉俪，跟我们挥手致意。医生夫人好。是，今天晚上也有表演哦。等一下大家呢可以欢呼声响彻云霄，没有关系哦。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欢迎的有于文忠于议员，欢迎议员，欢迎，还有张淑芬张议员，美丽大方，欢迎。还有呢，我们这个头份市的市长罗雪珠罗市长，市长好。以及呢，我们苗北艺文中心的总监好，总监，欢迎！哇，感谢一个很好的活动呢，真的很需要就是背后的幕后的推手。那我们真的刚才呢，大家戴着口罩哦，那个欢呼声没有太大声，我们再一次掌声加欢呼声，感谢他们好不好？说一下我爱你哈，1、2、3，我爱你！是的，中秋连假啊，大家呢心情非常的好。刚才你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这个县长呢到台上来为我们说几句话，来走台步哈。热烈的掌声欢迎严总，还有安尼的贵宾哈，大家共下来到安尼的舞台当杯，老大家来讲一下吧。真的呢，今年是第3次了，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客家的这个歌手呢，尤其非常鼓励我们在地苗栗县的歌手，所以希望呢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好，安尼也苗栗啦，客家之光，非常有魅力的哈，2位名主持人，一个来自3湾的美芳，还有一个来自大苗栗这个 DJ 印，哦，他爸爸就是他的这个张强哦董事长，还有今天他搞来吊闹热哈，安尼呀苗栗议会的大家长总议长健康烈，还有安尼来自苗栗市的议文中议员，还有妈妈啲啊，也叫我来哈，当先好大把有乜嘅發通都帶媽媽去參與哈，我還有一片
前议长由中店由议长的夫人哈，我们张淑芬，我们的张议员，以及台湾的太家长罗市长罗雪珠罗市长，还有安尼也拜也部单位啊文管局林彦甫林局长，还有菜场的非常认同安尼客家，也同支持安尼也客家各位乡亲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今日当欢喜来今年应该是第3年哈也在有安有聚会啊，出在我共同报告，我感谢林展义林老师有摆啊，让我都聊的时间，伊讲吼，安尼呀，美丽虽然身为一个客家太远，但是对推动安尼客家嘅山歌啦、平板啦，甚至于客家嘅歌曲等等都唔要讲动有有心啦吼以这个点醒我这个当县长的我身为一个客家人因感觉到很汗颜哈我一个老朋友了，让他讲起提醒了我以后我就特别要求我们文管局单枪都讲配合中央客委会的政策同时间呢要来自基层的要客家嘅山歌等等要有当然要推动出来所以以第1年半的时间都要有做来连续对美丽啦对头份基下场的老客家嘅也都我唱山歌嘅人聚会一起来共同来表演来发扬我们的客家嘅山歌。那么甚至当好，甚至有灌这个 CD 片等等真嘅同用心。那同时间呢，安尼也文管局也得到行政院客委会也个一个推动客家事务，在106到107年呢推动客家整体的发展，还有一个108年推动客家言语通行的方式，就好比讲。走天台，走公车有个客家发音，欢迎光临然后因为改起安尼客家话反正来了的安样尤其安尼总议长为到配合安尼也客委会甚至于议会同步的讲国语、讲闽南话，同步的翻译成为客家话，也都会安尼努力的成果。所以也2天他嘅一个比赛都得到全国的特优就差不多拿到1000万。那其他各乡镇市也有10多个乡镇，有优等呢，有甲等的加起来差不多有得到1300万。所以最下安尼全省客家的这委员会都分最多钱呢，就会安尼苗栗县，因为安尼头摆副主委也已经做主委，也系安尼苗栗的杨长镇杨主委也十分的支持安尼，伊本身就会安尼石潭的子弟所以照顾安尼这个嘅苗栗伊个感觉到伊有荣焉。实际上，安尼也当然呢，对推动客家嘅会希望客家都係神法都係客家一個嘅精神大家要營造客家的事物。所以今日安尼也總議長粉墨登場來客家人唱山歌安尼好像搭配的是李老師是嗎？李秋好，李老師大家看看我們的這個。今天一定是物超所值，包括比个赵德武还有个杨妹妹，记没有了有全部都安尼苗栗的非常优秀的，尤其那都下面2个名主持人来主持，除了这个元旦升旗的，要不然第一件是不出门的我们再次的掌声给这2位美女好，就祝今年的这个客家的这个晚会圆满成功，大家平安健康，安世生，谢谢。沈萌，谢谢，沈萌院长，谢谢。尊敬的齐院长文管局林局长罗市长
张淑芬议员、余文忠议员哈，然后同事，美丽各位乡亲，大家晚上好。好，哦，嘿啦，这两位安讲的主持人哦，因为我太太对我讲，什么嘢听讲做唔记得啦哈，佢说忘记称呼。其实客家文化吼，真嘅要传下去。了哈，我建议咧田建中去什么木雕啊，我就讲吼，要产生民心啊，木雕才会延续，才会发展。客家文化点到头，客家文化不但民心要有观众。你啊客家山歌啊，其实迄观众見嚟見少啊。頭擺我記得老人家時代，我爸爸媽媽家客家莊吼，南莊三萬族人哋神仙吼，他要係做三腳採茶啦吼，跟住做出把戲啦吼，佢說叫做當到觀眾咪睇下做位創嘅兩機、海嘅兩機嘅吼，做山歌做傳嘅下去。你較快咧，後生人又冇辦法講客。莫講創連講都冇辦法講吼，所以其實不太好傳承，所以這個要跟局長商量一下。這個不光要有民心吼，而且要有觀眾吼。所以安尼樣嘅培養，安尼下一代佢愛彈山歌，我想去創自己嘅山歌吼。我認為咧喺當重要嘅事情吼，你按落祖中留下來嘅東西哦，我認為咧係非常好嘅東西，你做我們的內涵、我們的文化，對啦邊吼做祝福，你今日所有表演咧。那個國術吼，大家就動厲害，大家一定可以一飽眼福，一飽耳福。對啦，為咗祝福今日議會嘅長官所有貴賓哈，還有在場各位鄉親，大家身體健康，心想事成。謝謝，謝謝大家。謝謝什議麼？長。好，咁感謝呢，安尼所有貴賓，接下來呢，請貴賓呢，回到我們的觀眾席呢，一起來欣賞。謝謝。那我們接下來呢，有請到呢，今天晚上召集了我們非常非常多苗栗的高手和國術哈，不單是歌手，也是高手的林展毅林老師，來為我們介紹一下今天晚上精彩的表演節目。熱烈的掌聲，歡迎偶像，偶像。哎呦，真難得吼！今日吼，哎用個創康吼，和安多嘅安尼個朋友鄉親吼，來到呢邊捧場，來到談了啊，我哋就義工吼，別合唱隊嘅哈。更講得這麼實際啊！好。因為聽我 DJ 老係講，佢講主持安多吼，唔對我今日我講客呀，係我讓外人嘅比例啦，我講唔怕。你講唔關吼，一般國語一般客都可以啦。客家國語老師也說可以接受哈，都可以。好，什麼？安尼非常唔可以講安度哈，因為呢很多年啦，正經政府單位咧非常嘅重視咧，安尼基層嘅文化性嘅節目啊，尤其係我哋就30年前咧一出嚟打拼嘅一條基層嘅啊，也許多雙級嘅很多壯觀咧就好重視啊，嚟留啲基層大方起來，我要。唔都好，要談到人嘅呢種嘅高山暗號啊，啱啲嘅山歌帶暗號啊，佢兩下拉兩下，哎哦，盲啲講聲音咁唱出嚟，啊嚇人嘛，哎你老師彈下好嘛？好嚴重嘅啦！哎呦，老師手機都暗用嗬，睇下。係咯，今日嚇彈嘅冇窮樣嘅喲，誒冇窮樣。9月27上禮拜，佢喺度楊妹妹對唱。叫基本上個詞係嗬，黑高級嘅啊，黑高檔嘅啊，黑高檔係嘛？啊都今日咧，佢譬如有唱到安尼嘅山歌後，山歌秋夏小子，熱烈嘅掌聲，秋夏先生啊，秋夏老師唔好。大家見看議長吼，莫做見識過嚟見看嚟來啊，李院長吼，安尼科長吼，議長還有按多安尼壯觀，大家晚安。今日政府議長起練對吧？當議長很緊張，很緊張啊！其實吼，哎呦，唐國議長嘅聲非常嘅好，今日向我從熱學心呢。議長，你今日創乜嘢歌嘅？平板個三個字係冇？好嘛？因為咧，我要裝上。一條歌聲嚇，係要唐彥宗，然後按到嘅壯觀，也要提起來歌啦。嚇，結果真嘅確實有呀。嚇，問題係加大嘅呀，我就介紹問題家啲，冇介紹一下，加屋卡係乜嘅？都男裝，男裝，後擺係做乜嘅？戲班嘅出身咧。哦，基因
就是不能骗人哈。有样啊，特别老人家平常时就摊空空做摊大摊哈，啊，农忙时期哈就做得田色，迄寒假哈就从国外大概有办戏班的哈，完了自体戏哈，规班的毛洗毛全部洗来，啊，我爸爸特别迄男扮女装干旦哈，人家讲做洗毛啦，做阿丹啦，怎样哈，啊，特别唐老人家创，家有得位做福记记的这样啦哈。那我们接下来就热情的掌声来欢迎2位老师的表演，热烈的掌声，分享。是谈多啦。平板转三国志哈，好，平板转三国志，男女对唱的。好，他的创恩时间也有安内俩谢启国老师、杨新彤老师为安内俩山歌王、山歌后，向他来做一个伴唱，大家分给掌声鼓励。谢谢。谢谢老师。什么一张哈，安子谁？
也谢老师的团队。对哦，哇非常真的是非常好听哇的俩，安尼俩传统的歌曲哈，把那俩二长过俩三哥哥哈，我们的秋霞老师一唱的戏哦，太感人唱了，有没有陶醉？有这个鸡皮疙瘩，哦，这骨头都酥掉了，好舒服哦！再一次给他们热情的掌声鼓励鼓励，送给老师们。哇，谢谢议长公忙之余有没有？还不忘推广我们的这个客家的文化。好，您讲安尼美丽啦哈，你要就讲推广一乡一特色，对哈，好，安尼美丽有18乡镇，嘿，你做得讲得出18乡镇，安尼美丽咧比较还有名诶。没讲好有名，当出名，全部做按春名啊！这底下在座18乡镇都有哈，各个都有，非常严格，俺黑头分哈。咁你接下嚟呢？接下來再介紹安尼美麗咧各個地方嘅特色。嘿，所以呢，在现场，如果呢是这个苗栗县，或者是呢其他乡镇市、其他县市的人呢，我们待会仔细听哦。这一首歌曲呢是林展毅老师的创作，把所有哈阿咪美丽的后山后水全部都唱一遍啊！所以呢，还有哪一个地方你还没有去过的，赶快记得把它抄下来，然后打卡。好好的呢，是来这个行寮来的美丽的行寮，赶你接下来呢，有唱到非常这个优秀的8位歌手，包括林展毅老师，要为我们呢来献唱这一首歌曲。所以美丽山水后风光，先有请我们的赵德武小帅哥。林展毅老师，老师好；庄长明老师，郭国安老师，热烈的掌声，偶像。安妮哈嘎的 F4今天就成军了啊！是，在接下来是4大金钗，是4大金钗。张香菊老师，老师好；杨妹妹老师，欢迎老师；廖秋玲老师，老师好；吴如意老师。哇，4大美女，4大金钗啊！好听的歌曲，美丽山水后风光，大家掌声！好伊那好海呀，好伊那好海呀，啦啦啦啦，好海呀，好海呀。那路啊，好海呀。都愿吃安牛，出名山水来佚佗，交通发达同舒服。天文地理第1名，全国省来有名声。西湖村那桂花巷，雪霸仙山鲤鱼潭，草莓雕刻火焰山，客家人头出黄坑。赛下去哪路啊？泰安温泉马拉松，圣心车站美名响。观光文化多元化，创新打造人人夸。苗栗的热情更温暖，欢迎乡亲来到场。安牛，出名山水来佚佗，交通发达同舒服。天文地理第1名，全国省来有名声。西湖村那桂花巷，雪霸仙山鲤鱼潭，草莓雕刻火焰山，客家人头出黄坑。赛下去那路啊，泰安温泉马拉松，圣心车站美名响。观光文化多元化，创
接下来呢，要邀请到的也是苗栗男装的一个才子，不错，高手在民间，没错，男装香啊，那议长也是男装香，是。那这一位呢，他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啊，也是自己创作的，而且今天是这个第一次发表，所以呢，把第一次献给了在座的每一位。我们是不是要用最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客家的周杰伦？好，热情掌声欢迎我们陈冠宇老师。陈冠宇老师，交带来提出的歌曲是爱。大家好，跟住他嘅创创啊，佢都係係上物嘅。没有你的表情太好。哎，男装的下来。脚步，情多情的归属，思念越重越苦，应该记你重阳家，渐渐本世间遗忘。爱上用尽所有勇气，一生慢慢颠倒。爱上用尽所有真心，一撒遍风相看。爱给答案还望结果，你嘅愛還望要何來？愛浪嘅夢，愛嘅傷心，愛輸你那天的了無男裝的鄉親朋友大家好，帶了首愛上，用盡所有勇氣，一生慢慢顛開，愛上用盡所有真心。遍風相拍，答案還望結果，你嘅愛還望要何來？愛浪嘅夢，愛嘅傷心，愛輸你，愛聽你。要無奈，唱出愛嘅本土，心跳亂了腳步，情多情嘅歸屬，思念越重越苦，愛當上嘅黑你。謝謝什麼安子生，我們大家苗栗的鄉親大家好，愛轉來咧。今日帶來兩首歌曲，第一首帶來係你林展老師，然後師母頭下一首
老秋天有关系啦哈，但是呢不是秋天了哈啊，引列千秋你明呀，谢谢。万古年雄起，忠孝铁胆心，恭候将相比，借一天披衣，忠孝节义，福中一民，天开千万亿。丰田富贵银鳞，忠魂不孤心。一民呀，历代英雄铁马奔。一民呀，一民美红万年雄。一民呀，历代崇拜光荣一民呀。保重一民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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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列千秋一民呀。万古年雄起，忠孝铁胆心，恭候将相比，借一天披衣，忠孝节义，保重一民，天开千万亿。丰田富贵银鳞，忠魂不孤心。一民呀，历代英雄铁马奔。一民呀，一民妙风万年雄。一民呀，世代崇拜保重一民呀。保重一民呀，嘿！保重一民呀，嘿！保重一民呀，嘿！保重一民呀，引列千秋一民呀。保重一民呀，嘿！保重一民呀，嘿！保重一民呀，嘿！保重一民呀，引列千秋一民呀。这不敢抢是谁？谢谢。什么？那俩陈冠宇陈老师带来非常的抒情的歌曲《爱上》，做这个暖男。哦，是师奶杀手，师奶杀手，而且是型男哦。真嘅睇下呢款呢，安尼美麗彩天哦，嘅歌數呢非常嘅優秀哈。希望大家做嚟看得到，要聽得到。根本伊記得帶來一系列嘅我們的曲目的表演，相信大家真嘅哈，非常嘅有福氣，有人有機會欣賞記得帶來後堂嘅我們的一系列的我們連續性的歌曲的演奏。是。那接下來呢，就邀請大家溫暖寶貴的雙手，給這一群年輕的老師們熱情掌聲歡迎！演了個眾賞分享，歡迎快樂音符樂團，還有我們的3位。瑟夢2位主持人，非常漂亮的主持人。那現場跟各位說一下，大家好。哇，我想要再聽你們一次熱情，好不好？給我大聲一點，好不好？大家好。哇，謝謝謝謝。那先給你們自己一個掌聲，好吧？非常有活力。哇，对，那我们是快樂音符樂團，我是裡面的主唱之一
赵德武。那今天先为各位带来第一首《百年总球捏公公》，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各位，如果手机还有电的话，帮我打开你们手机的手电筒好吗？跟我一起挥手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总修啊，夜公公的阿公啊，伊那看那看夜公的，敲门来的夜公，妹妹呀彩虹红，夜公呀夜公公。你走啊走西风，敲门来的夜空，来比对来的模样。夜空呀夜空空，你走啊走西风，风线火似天。在此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百年班快乐！百年啦，中秋啊，夜公公的阿公啊，伊啦看那看夜公的，敲门来的夜公。我呀彩虹，夜公呀夜公公，你走啊走西风，敲门来的夜公，来为来的模样。夜公呀夜公公，你走啊走西风。风线何似天，向下来看夜公呀夜公公，你走啊走西风，敲门来的夜公，来比对来的模样。夜公呀夜公公。我走西风，风线何似天，向下来看夜空，向下。大家看过来哦，本来一系列中上好冇啊？啊，嘿啦嘿啦，什么什么哦？哎呦，今日哦，你讲色彩动眼。动奖哦，大家讲错冇？系哦，哎你大家爱乡下老爱做乜雞啊？啊，看嘢講啦，係冇？係哦，鄉下來看嘢講嘅。再次谢谢大家。那这首《百年总球捏公公》，接下来呢要介绍下一位团员出场之前呢，想跟各位介绍一下我们里面的团员哦。阵容其实非常的精彩。那跟各位介绍一下，由我们的团长开始好了，因为团长非常的漂亮，那个人有一点私心啦，哈哈。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长，就是我们的小提琴手，是我们的钟怡老师，掌声鼓励。好。接下来呢，再介绍到我们的 keyboard 老师，keyboard 老师是我们的温翠红老师，掌声鼓励。哦，还有第二位 keyboard 老师哦，是我们的刘艺秀老师。
哇，每一位都非常的清秀。那既然里面有美女，那一定要有帅哥嘛，对不对？来介绍我们的吉他手，同样是我们的也是我们的和音老师哦，是我们的施少庸老师。哦，非常的厉害。还有一位和音在哪里呢？我们目光移到后面来。哇，和音老师你怎么站那么后面呢、啊？没关系，跟大家先挥挥手一下。来，这位是我们的朱彦成老师。哦，介绍了完以后之后，接下来介绍另外一位团员了哈。那他也是我们的主唱之一啦，是我们的陈子毅小妹妹 ，Say 阿莫耶，重赏鼓励。哦，她也是我们3亿之光哦。各位壮观来宾，大家好。哦。啊，今日我帶來乜嘅歌曲咧？今日我會帶來《夢中嘅彩虹》。哦，夢中的彩虹，掌聲鼓勵，謝謝。再次掌声鼓励好吗？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谢谢。
啊，祝福各位中秋佳节愉快。那因为我们的陈志玉小妹妹，等一下听说好像要换装，对不对？对对。哦，没错。那好，我们先请她休息。那接下来还要邀请另外一位小妹妹哦。哦，注意哦，她今年才国1而已。哎，这位是谁呢？也是我们的白雪公主，那是我们的黄雨桐小妹妹，掌声有请。大家好。哇，黄雨桐小阿妹，今晡日爱唱乜嘅歌曲啊？我要唱一切审判种树种。哦，一切审判种树种，种上鼓励。歌曲《一切审判种树种》。撒下来，你爱有唱，你嘅陈子怡小阿妹哦，带来第三首好听嘅第四首歌曲，好听嘅歌曲摇啊摇，种上鼓励。你
舞，唱歌跳舞真快乐。火炉音，来生命做原住民。数点数，心连心，大家共同一条心。演哇演，演哇演，阿公阿婆演哇演，演哇演，演哇演，快乐人生演哇演。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跟我一起来摇好不好？各位可以站起来好吗？嘿，蹦恰恰，蹦恰恰，啦啦啦哟啊哟。谁阿公？嘿，谁阿妹，大家跳舞演哇演。你呀演，嘿，我呀哟，勇敢你都不算哟。你呀笑，我呀笑，大家快乐跳啊跳。你跳恰恰，我跳伦巴，他跳探戈，大家来跳迪斯科，哈哈哈哈哈，陪你唱歌，该跳舞，唱歌跳舞真快乐，哈嘎你。火炉音，对生命做原住民，数天数，心连心，大家共同一条心。演哇演，演哇演，阿公阿妹演哇演，演哇演，演哇演，快乐人生演哇演。演哇演，演哇演，阿公阿妹演哇演，跳伦巴。他跳探戈，大家来跳迪斯科，哈哈哈哈哈！嘿，一唱歌，该跳舞，唱歌跳舞真快乐，哈嘎你，火炉音，对生命做原住民，原住民的啦。数天数，心连心，大家共同一条心。演哇演，演哇演，阿公阿妹演哇演，演哇演，演哇演，快乐人生演哇演。音乐不要停哦！哎，看到了这边有一位好像非常会跳舞，是谁呢？是我们的林业府局长啊！局长愿意跟我们一起跳吗？来，各位掌声好吗？掌声在哪里？哇！局长跟我们一起到台上好吗？来，对啊，一起跟我们跳好不好？再来，音乐不要停哦！演哇演，演哇演，阿公阿妹演哇演，演哇演，演哇演，快乐人生演哇演。局长站过来，不要害羞，不要害羞。这边，来，我们这边稍微推开一点距离哈。来，演哇演，演哇演，跟我一起摇。演哇演，演哇演，阿公阿妹演哇演，演哇演，演哇演，快乐人生演哇演。哇，局长会不会扭？掌声鼓励一下好吗？局长非常的厉害哇！再次谢谢我们文化观光局的局长林彦甫局长，掌声鼓励，谢谢。哇！再一次谢谢大家，再一次神蒙大家吼，你快乐迎福乐团带来精彩嘅表演，希望大家喜歡，謝謝。什麼大家？谢谢。了三角彩茶戏，嘿好，了都讲到了说，好，就说唱艺术的说，哈，说代唱，嘿，艺术哈，好了客家的三角彩茶戏的说，哈，怎么带有小难？小难，嘿，就是就有个反讽的意思哦，就是讽讽刺到恰到好处，大家会会心一笑，对不对？而且今天呢，两位老师的装扮好可爱哦，刚刚在后台，值得大家期待一下。接下来邀请到的这两位，是那国宝级的，是国宝级的谢启国老师，还有李秋霞老师，两位两个学生诶，佢讲30年前的学生，今天特别赶来。赶过来看佢哋来做表演，哇，真的也好感人哦！我们热情的掌声来欢迎两位老师的说唱艺术三角采茶戏。
得来真記得，記得去年嘅5月節，嘅北太風又落太雪，嘅前堂東側我，嘅後堂就東側別，嘅5年拿來講，嘅講到來上門白，嘅拿來辭就辭不得，拿來割又割無血，嘅愛心而超心。唔是門嘅來車奇怪啦，車奇怪，也就很多客家嘅旁頭，啊，嗌咩嘛啥，大家就嫌嗌很多財主國，像嗌啊，從細就冇學好，每日啦就開店嘅賣出貨。太嘅小巷就假咁時時要傻傻，唉，太家就低哦。今年也個武漢肺炎啊，咩拉去啊？我去年3月割嘅貨都見咗係存錢多，但是呢，我上探堂，下探堂，探到阿奶姑嘅好命神啊！嘅人啊，上了有獎，出書又太板了。哎，是可能哦，來一次可能，你前日聽講佢帶到苗北，哎，頭份樓也喺頭份也中南，哦，頭份樓中南嘅搞交界處，哎，聽講要睇和堂，車有錢，嚟哦，加今你切可能，佢要生意好做冇，加拿貨來準備好。來哦，來去來去，愛擔頭開去，做愛狀啊！有了，前有那真家堂啊，來去來去哦。係擔愛睇來希希我做擔幹啊何希嘅動惡睇定來苗啊苗剛剛死哦幾兩條灣啊我行下去了，定講攏係大蝦嘛。啊，我要花來希希我當面講那何希嘅搭先平要來苗啊苗。剛剛死哦，幾種氣難啊！喊錯我。我是頭屋行到一來嘅條點啊，一輸過我就多行槍，誒，我3鋪當做2鋪行啊，頭屋皮頭一樣，藝術堂哦，我買插車，請問大家有人欠乜嘅貨冇？有啊，
我同講，等下買一樣東西，也個阿奶姑哦，擘解佢就買，佢就愛我這樣東西，擘解東西呢，也係買啦，也我出裝低啲啦，嚇，我就係呢裝也低啲，呢嘢啦低啲，也係東西，擘開同講，但是哦，也有料嘛，睇下乜嘢嘛。唔係嗬，唔係，再好好看藝樣嘅嘢，好唔好？好，不知不覺嚟到阿奶姑嘅太和堂，嚟擔條線綁下來，照到嘅眼過去冇同睇家女啊，到你講啊，要一嚟打到時會打掉事係嘛？阿奶姑，阿奶姑，阿奶姑要彩冇？阿奶姑哦，千位衰啊，衰到床上變豬嘛！冇講緊睇曬我，我用麥克風冇講緊睇曬。阿奶姑，阿奶姑，阿奶姑要吹冇？啊哈！阿奶姑冇菜。哎呦！咩？我看哦，我人哋嘢也愛人奶好，人奶唔好。我聽到個啊哈，我就驚誒。阿奶姑殺殺你哦，我菜煮個米14。哎呦！米14，阿幫我做乜嘢係嘛？我本做啦，本做幾個人差唔多啦。按做來，按落按做來，夾好出來咧，我米14。啊哈！哎呀，阿奶姑來咧。阿奶姑要講哦。要把恭喜創山歌愛就似像個唱創山歌，所以行到個水木木個啱到向前就來到呢。哎，一下子幫你合聲誒。講起半玫瑰啦，阿姑娘唱啊依度呀，要咩半玫瑰？我把佢見變年過來，實在很足夠嘅啦。咪插體就咪插體，講見變年過來。很切咯。咪個隨住我隨住嗰啲是你啊。愛係一順看數，佢一動愛順嚟，佢香水我便宜，我再意講啊。誒，咩？阿奶姑。要辦。愛七做八做，我就頭屋就過來啊，向咪插車，多也當行哦，係啊。嚇？唔都頭屋過來啊？啊！驗啲講佢每日韓國北風落溪水呢。啊，係啊，阿同講，家下呢個嘅一講千字啊，拉來北風落溪水。中秋一講，係嘛？阿同講，來唔可以講很多，嗌東西按樣都睇到嘅，同係家未夠幹。你大概咩東西啊？同你冇中意呢？咁咩款要變化嘛？要變化嘛？好。你堂弟我叫咩買到嘛東西？咁你就少啲咩嚇？
少年哦，睇下糖果太黏哦。少年爱糖啦，少年。哎呀，嘿，糖的哦。OK。玲玲珑珑，胭脂冰水粉。玲玲珑珑，胭脂冰水粉，啲水分，系。修仙黄泥蚵。修仙黄泥蚵啊。黃泥蚵。哦，黃泥蚵，講花柳鳳柳鳳。係喎，阿奶姑。假嗌唔敢唔愛嗌到鄉親，特別我買呢。特別買嗌。嗌嘅2020最新特制的泳裝三角褲。咩？啊，拜託，你阿隻笠嗌嘅 size 按太有冇笠你落去咯？開玩笑。做縫嘅嘢嘟嘟好呀。G 我是穿的 EFG 呢，你這個是 A 罩杯，我嘛作定咯，係嘛啊？唔通嚟講，我做嘛我講嘅係2020最流行嘅，有看到也有開講喎。我哋講到噴砂機啦，2020啦，呀，係嘛個了，你做起來行路又通風，大貔貅唔是托夫，你啊，哦，要看唔是托夫。我攏講你啊條褲不連在一老師就作嘟嘟好啦嚇。冇呀。沒有中醫冇唔先講，冇中醫，等下送俾楊妹妹，好嘛？哦，楊妹妹當作是讓你聽呢，係嘛？楊妹妹親中醫哦，叫我老公講也親好，行路通風，我要又唔是托夫。難怪佢先人叫按多帶。冇中醫啊？冇中醫。我通講，我夜香很親多東西。夜有啊。夜香乜嘅了？乜嘅？蟲雕、鯉魚雕、蟲雕、鯉魚雕、蛤蟆雕。摸海雕，還有人哋嘅 K 果雕。個冇字唔好你啊，講翻就按出，乜個nhà máy開個樣。實在嗬，冇實在。我同講，我屌年啊，私煙樓去到都查清到。哦，私煙去到。係啊。係啊，哦。而家講有人會講去到花冇？雕人咩？係咪講我雕人咩？你會丟不丟警察嘛？捉去管。你嗌講雕人咩？係雕人咩？哦，我唔敢講啊！啲呢，嗌講拍過雕啊！哦，講喺入度得講唔出講人咩？人咩？留拍過雕啊！樣嘅事。哦，安樣係啊。咩要中意冇？做冇印嚟什麼冇？係當我面前印嚟什，等下會上你啊！咩？我東西很清楚，要中意啊冇？講你冇中意。要冇中意啊？中意嚇。又快啲你，喐咗。有一樣記嘅唔同你講。咦啊！我樣記嘅，我9年，4每年啦，就親口年撒，容易撒鹽點乜嘅東西就同人買，唔信我只看嘅。誒，嗌同曲狀語言講唔出就。講西常話。嗌冇嗌講西常嗌冇。嗌佢講哦，曲狀是嗌好朋友，我什麼都佢講嗌拜冇有人講。乜見看行豬狗咧，我是多多按豬狗嘅，買插車嘅豬狗。咩？阿奶姑。要嘛？你色彩上來實在很強哦。你講法很色彩啊！木竹啊，上來又鬆嚴，嘟嘟一個個。身材上來又電影像。曲狀佢咪按講哈，我攞件木竹是勁入。cái gì tu nhiều đồng sĩ mà cái yên nhập mẹ anh mang con theo nè cái ngày nay chúng ta hàng để giảm ai à tóm gì đấy à ngày soi nhất đồng sập cô vậy à cái nghĩa số ngày đồng sĩ nhang hàng để giảm à cái nhiều tháng con mà số ngày ha khô cái đồng sĩ mà số à真係用數嘅係嘛？數好難嚟到呀，曲上呀，看你嘢呀，看你將出嚟用數好嘛？好，看睇下都講好，你送得好呀？送呀，好，送個俾我用到東西啦。我吹同埋闊落去，我嚟送。梗唔就送嚟啦。大姑堂弟咯，送嚟啦。嘅熱送嘅劍牙齊，妹妹嚟聽雙叉啊！我的阿奶姑，喂，開始呀愛啦，我的更定愛啦，開始嘅問啊要，你送嘅
包頭，劉氏嘅阿劉轉啊，全是嘅下溜溜，邊無見啊我的阿奶姑啊！哎呦，蔡主哥你講咩啊？應啊當粉戲啊！我哋送落邊度改啲㗎？什麼嘅吹呀做，一梳嘅金馬仔，妹妹嚟頭上插吧，我能猜足夠。你呀愛讚讚來，好拿，接接改來，呀係開拿，什麼嘅吹呀做，一梳嘅馬頭，愛是嘅下悠悠，你唔見啊，我能吹足夠啦。這首歌係要喎。送落去，仲係同阿細奶係要行的。好啦，個繼續是送來呢。愛是嘅煩啊要，叫送嘅叫話題，見到嘅你樣生啊，我的阿奶姑。愛是呀我愛拿，不用愛呀愛拿，愛是嘅煩啊要，十送嘅18包。撥梯撥四撥十撥單撥言撥面撥夾撥條絲嘅下了裝啊，全是嘅下溜溜，小花針啊我的阿奶姑啊，蔡主哥行好，送嘅東西係當中醫咧。要中醫啊！要，嘿唔啱啊！真係醫人流足就鬆下兩盤。什麼嘅菜呀做，叫餸嘅叫啊叫，見到嘅呢餐啊，我能再做好。喂，你呀愛讚讚來，我相信你。接接可愛來。係向呼吸舔過來。什麼嘅菜呀做，十餸嘅18包，撥梯撥四撥床撥單撥鹽撥邊撥夾撥褲，愛是嘅下悠悠，小花針啊，我能吹足夠啦。阿奶姑啊，東西送過來，你是也就快啲你，你用辦法的，挨好好的，大咗啊，同阿本娘講，幹嘛計？誒，我講我哋條款仲能做生意，好，誒，我做生意，個東西開得難度，到到阿奶姑就冇辦法你，唔買，全用鬆槍槍，跟住再以我一樣同阿本娘交代，哦好，咁唔就做得講啊。誒。基本嘅呀，做南頭個風太熱太，你嘅插車路就 keep 快，真係你就能夠交代。就要我交代，未請問太卡確實，基本攞不要風要睇，要睇冇，要冇。啊，叫狀就小可講搖就好咧，人家要發到交代啊！我真係叫佢變人聽，我研究我就唱個語言啦喎，嗌我們睇架，我嗌再一真的同阿不樣就冇辦法交代，未真係按講就做得啦嚇，做得嚇，說看看。哦，睇架再一冇講嚇，好冇？好。韓國人好朋友。未，呀，我自己沒有啲相信，當然啦。18傾我嘅波啊比，都話送錢來。你呀來莫是有。
同样是那。十字将将就是那草歌，几好话来真是好啦，开头花有香呐，老麦的乡情歌，真正的有相来，哎呀呀的香草雨，慢慢向过来，我叫唱看啊，爱东西送枪枪，最后面就去看到2-3枚为树林里，所以现在也没按好，对吗？嘿，不是啊，这我按好，你专业要交代的。要交代啊？哎，给东西自家开专业。冇啦，哎呦，跟你坏东西，我又冇拿到，我爱开，当然你开专业。你要开到人减防度嘛？做唔得。嗯啊，糖度就好。咩啊？做唔得，开专业不下。开专业不下，开专业卡，差，反正东西也送给你，系嘛？你以为个冇送好多位个坏东西，真嘅开专利啦。还要爱送杨妹妹泳装三角裤，第开呢啲啊送佢。你个贵安不见讲杨妹妹老师，假老公有假老公同埋当叔，让喺抽地二攞嚟博嘢，唔是講好呀，好呀。好啦，好啦，夾好，我就同開業啲。好嚟。睇下上來了哈。呀，財主哥，嗱，阿奶哥，你財主哥，你好好去開下，開專業我要好交代啊，冇辦法皮強啊，很到誒。哇，這個董後生同時呢，董感恰哈，我們在座的真的是全世界配合度最高的觀眾，今天有沒有逢胎異胎有冇？有啊，這個本次給答數一下，很強啊，非常精彩咧，咧客家三腳菜茶戲啊，真係千神千，哇，是送鹹菜，個鹹菜唔係送到那便宜。哎，跟剛剛呢有應供到楊妹妹老師，大家開始遐想，唔知對他的表演有冇中嘛？該哈，對，老師在後面臉都紅了。接下來呢，我們就要邀請到非常知名、美麗又大方的。我心目中的女神哦，楊妹妹老師，對，除了你以外的女神呐、楊妹妹老師呢要為大家來獻唱，希望大家呢來熱情掌聲加歡呼聲來歡迎她。唱嘅有一首歌嘅，聽一首歌嘅哈，講幾多嘛各各各，是會換裝，會換裝嗎？不是，大家比較關心的這一點。幾多嘛會各各各，做嘛會各各各呢？唔做嘛會各各各，糖也就底哈。接下落那個哈下單的時候都會各各各，要通知一聲嘛。了解。跟下你太家就共下來欣賞，熱烈掌聲分享。哎，歡迎我們的楊妹妹老師。哎呀，這個太家好。上了。
歌传心山。什么大家安子说有好谈冇？有，今日都欢喜啊！来到安尼庙北，那因为今日我带两首好听的歌给大家。那刚好呢，是我替一种专心地背的歌曲《情歌传心上》，也是我的老师啊林展毅老师写的词曲。接下来我要带来一首比较俏皮一点的啊，那妹妹也带了自己的学生一起来到苗北来一起演出，希望大家会喜欢。给乱马 ，Go Go Go， 安子说。幾輪馬呀幾輪馬，我加油嘅幾輪馬，拍拍輪輪嘅幾輪馬，幾輪馬呀幾輪馬，我加油嘅幾輪馬，皮皮嘟嘟嘅幾輪馬，幾馬帶子嘅之下。水古家，一群海水波波浪浪，日夜上岸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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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幾輪馬呀幾輪馬，我加油嘅幾輪馬，拍拍輪輪嘅幾輪馬。幾輪馬呀幾輪馬，我加油嘅幾輪馬，皮皮嘟嘟嘅幾輪馬，幾馬帶子幾之下，幾公幾馬最顧家，一群海水波波浪浪，日夜上岸go go go。所
准袂歹哦。中华水平越讲越好啊！歹势讲啦，还是卖给钱啦。哈，卖给钱咯！鸡嘛带子鸡一下，鸡公鸡嘛水久加，伊拳海西波波浪浪，伊也上乱咕咕咕。鸡一下，鸡公鸡嘛水久加，伊拳海西波波浪浪，伊也上乱咕咕咕。太家安子生，哇，谢谢，还等一下给哦。了嘛，哥哥讲啊，给嘛下蛋啦，下蛋吼要给人好念的噶，来给公同听啊，分享喜悦给大没家。茶，还有按定一下的小鸡，是不是？来到现场，而且还有带伴手礼哦，哇！给面太家雷糖狗味呢，还有礼物都在拿哈，真的好幸福，对，真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询问一下，在下一个表演之前，问一下现场今天单身的人，男生请举手，我看看。有福气喽！这个好像是我国中同学的老公啊。今天，好，我假装没有看到。局长今天也单身，还有谁？于元也是嘛哈。那小朋友举手。还有对，好，现场单身的男生举手，卡数来看。哦，青斗所有的男士都举手了哈。哎，你们这些，好，待会也很有机会哈。对，因为呢，雷德爱你现场哈，有一位非常美丽的18姑娘哈，18姑娘哈。哎，你想做什么？粉丝对不对？粉丝啊，所以想要认识一下，所以呢，等下大家好好期待一下这个18姑娘，对，有记得哦，叫乜嘅想法？嘿，大家都得认识一下哈，交流一下。今天呢，唱到两位先生，哪两位呢？是我们的廖秋玲老师，是以及张香菊老师。哇，这两位老师呢，也是桃李满天下，对不对？青岛给他好上的呢，今天把有来到现场，是的，有自带粉丝哦，来到我们现场，要这个聆听老师们悠扬的歌声，还有美丽的倩影。是来歌曲哈，贴拍非常的不一样哈。是我们的客家小调的其中一个哈。鼓手看灯，姑嫂看灯，就是姑姑嘛，对，小姑啦，小姑是小嫂。嘿，待等呢，就会空哈了一看灯哈。那现在我们讲这么多，大家刚刚听到那个单身的男生，现在都坐不住了，想说你们两个赶快那个我们要欣赏了，是不是？尤其是我们的局长很心急，想要认识一下啊，今天单身的局长。鼓手看灯要待等两只，应该姑嫂2个人，都那边哈，寻找。是那个来看灯，对，所以待会单身的男性呢，哈，你的那个你觉得很中意的话呢，手电筒有没有？手机的手电筒可以打开给他看灯啊，他就会望过去你那里。好，现场的大家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秋玲老师以及我们香菊老师，哇，歌中剧啊，歌中剧。刚来鼓手打扮看花灯，鼓掌鼓啊手掌手，两人同行，踏出一家门，彩云两边奔。
笑容容，姑娘看到有味少年郎，真眼看了光生生，光人光生生，爱嘿姑娘啊，有年是吧，将你杀到相爱的哟哟，对面归家。将你杀到相爱的遥遥的呀，三更来苦守，扛到给路行，东边看啦西边看，来到太湖旁，东边看一看。西边观一个，看到公子关爱在何方？山人也要无风，风是莫风筝。爱嘿姑娘啊，今年18，你今回家拢爱的哟，17、18。你今回家拢爱的哟哟的哟。老爷，非常老今日咧法堂安讲，盲人记得来看哦。記得啦，盲人來看啊！鼓手看台啊，非常浪漫的一首的歌曲哦，哇，带带呀，哇，给个小朋友，很定一下哈，他敢用哈来搞，真的是非常非常和乐的一个画面。哎，给希望大家会中意。给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曲风。对，那这首歌曲两首对流行的歌曲，也是我们苗栗在地大湖人哦，是我们苗栗之光，也是金曲歌王。说到金曲歌王，先掌声鼓励鼓励啊，真的是。不容易哦，也是客家之光，金曲也有获得哦，是我们金曲歌王东东汤运焕。那他的歌声呢，非常的热情哦，爱搞安妮呢，就是比较害羞的客家人哦，爱讲出来啊，爱要大声的说出来，爱要说出来，爱讲出来。那这个东东汤运焕呢，除了会演唱之外，会写歌，长得好之外呢，也会主持，还会跳舞哦。刚才那个摇啊摇，真的难不倒他。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东东汤运焕，热烈嘅掌声！大家好，大家好，早上好。哎呦，今日當歡喜啊，來到苗栗，喺苗栗太歡迎嗬，來到 NRV 出到在你隔向創過嘅，十分的暢快，也十分的高興嗬。唔知今日大家聽到有爽冇？有嗬，個沙律呢？東東唱嘅歌呢，一般大家同埋唱下。T 恤歌帶來輕藝啊，聲音下 T 恤客家歌，我都愛講出來。好，嚟教睇自家唱好冇？好，唱下唱。我帶大家唱一下來。愛講出來，1、2、3，唱。好，這邊有聲音，戴口罩聲音可能會比較小聲一點，不過沒關係哈。哎，從海才上台位哈，最不還發台位。睇演力聽完演唱會就換一個口罩就好了哈。好，該到我哈。愛講出來，愛講出來，1、2、3，唱。很強哦，不這個掌聲鼓勵，你唱一首歌，愛講出來。心肝音標，跳那種種不少處中，各種三言四氣，一出唔敢說，一出唔敢講，將本愛用心，本愛一早幾飛共出，真嘅感覺，用盡朋友太陽嘅聲音哦，愛共出。
锋如有幾重 ，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大家嘅聲音。愛共傳來，比高山冚過彩海，確認喜愛嘅最愛。會犯錯，有時我只比誰會看透。強烈愛原諒，因為愛痛到張開，變成暗湧，一直唔敢說，一直唔敢講。強烈不愛勇氣，不愛早起飛光春，真嘅感覺。嚟聽他嘅聲音咯，衝下來，愛愛共傳來，愛愛共傳來，趕前方路有幾長 ，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愛愛共傳來，愛愛共傳來，比高山更高彩海。確認喜愛嘅最愛 ，baby 請你會相信，愛會就要比正義。When you feel lonely, I will be there for you。看上你，愛愛共傳來，愛愛共傳來，趕前方。路有幾長 ，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愛愛共傳來，愛愛共傳來，比高山冚過彩海，確認喜愛嘅最愛。Oh yeah， 愛愛共傳來，愛愛共傳來。趕前方，路有幾長 ，an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愛愛共傳來，愛愛共傳來，比高山更過彩海，確認喜愛嘅最愛，比高山更過彩海。確認喜愛，廖麗欣確認喜愛，李局長確認喜愛，各位鄉親朋友確認喜愛嘅最愛。安志生，哎呦，還有舞群呢。為那舞群掌聲鼓勵一下！哎呦，我們底下有跳舞的呢！哎呀，哎呀，檔次懂過吼，今日該來到人哋嘅苗北藝文中心，該就吃到吼，人哋也有個國家劇院、國家音樂廳的規格，你有沒有看得出來？你知道？我一進來以後呢，我就發現我有個人休息室啊，我特別 po 文，哎，這個有檔次的哈！哎，給我們的苗北藝文中心掌聲鼓勵一下！哎，美麗。非常非常棒的一個表演場所，個青松園呢，媽十分感謝你美麗園政府呢，表演你美麗園的果樹呢，做對於這非常非常好的平台都要表演，再一次掌聲鼓勵，謝謝林局長。好，再帶嚟要說各位呢，很熱潮下，你哋哈熱潮你客家人青松園嘅東西，有熱潮嘅味素呢，主要你客家人。好，也是過的熱潮下，哎，中間一個當簡單唱吼，做的唱佢同埋唱下唱吼，沒有歌詞，只有。太起家唱下唱，一二三四唱下唱哦。
还有真棒，整齐点。3、4，哦，哦，改动哦，哦，哦，什么？一条大舟开上来。一心之下都闪光，海港升脚水那凉，公主一見愛手台，嘿，哦，就是风，日潮啦啦就是风，大步大步向前行，不讓垃圾走太陽，一朝無比抗，過來，啦啦就是風。就是風，呼嘯太地悄悄講，我們跳到同旋律，人們大表着這場。就是風，一條恰恰就是光，少能就定愛故鄉，遊子流浪走他鄉，日落西山愛秋霜。就是風，唐人嘅神妖歌，唱。熱潮啦啦就是風，熱潮啦啦就是風。熱潮啦啦就是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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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潮啦啦，熱潮啦啦就是風。哎，换你们了，换我哈。是。OK。什么太极感爱东东？热烈的送上，什么东东老师说来老爷啦，这种爆炸性的
的出场，有这个惊喜，是国宝级的老师，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呢有这么好的这个音乐会的一个召集人林展翼老师呢，功劳非常的大哦，就是率领了这么多的高手，他一直说啊，国术的民间哈，高手在民间，对，真的。那今天呢，再一次要邀请到林展翼老师，还有李秋霞老师，有什么样不一样爆炸性的火花？我松本大家呢，拭目以待，视而以听哦。大家热烈的掌声来分享两位欣赏，分享林展翼老师、李秋霞老师、林展翼先生、李秋霞先生所带来的山歌音演。哎啊，天时啊，呀了暗了。哎呦，木下下，擘開都看唔到啊！哎呦，暗咩？我哋後晚用我盲咗。哎呦，我睇看天都暗了，貪污了，多了下盲要盡啦。啊，唐講啊，個雙福嘅啊，呢個謝啟國老師啊，祖國故樣嘅呀，合棍啊！佢喺我老家嘛，佢唔多，喺冇嗬，撞黑黑掉嘅啊！哪叫比合踢都唔掂啊！哎呦，你大哥大要冇帶到啊！俾你下安樣啊嗱！哎呦，嘿呦頭擺啊！以前呢個老祖先就教人哋啊！安樣辦起哈？你下去做神社嘅比很過去啊！哦嘿，對面嘅羅摩耶。你還有糖豆誒，將你引下上誒，哦嘿，溜達，哎呦，哦，確實有糖豆啊！哪一位嘅老後姑咧？我要有糖豆幾個山歌上咧。你呢，挺難的，有唱到，特別你到睇電視上，特別看到誒，老年大擂台係經常用嘅啊，用喺於平時嘅嚇。李秋霞先生，喂。對面傳來山歌聲誒。上飲了兩要好湯誒，唔知哪家將阿妹耶，只堂山歌不見人嘞。對面阿哥安多情咯，高山衝到妹面前咯。我要熬我這個真正係奉獻你啦，假時候呢？哎呀，沒事用你。哎呀！對唱了嘅山啊歌啊，來結了了緣啊。過了嘿有那情啊，愛有愛那，兩人愛那些那，同心愛的那。阿哥唱山
过了嘿有那情啊，爱意爱意那，两人就结了身啊，同心马连啊。哎呦，强强冒险啊！然后我也有写一首歌嘅，头下帶來係苗栗山水好風光，然後我帶哈係那個一種三種合唱，啊，三聲合唱三聲部哈，來歡迎我哋四男四女哈為大家帶來嘅，你客家人最鄉土嘅帶通嘅係乜啊？你頭擺老祖先帶那位？吐了，吐了，啊，一首歌啊，我也有寫有10公年嘅哈，客家吐了，安樣版人寫作詩，安樣版人寫的，沒有寫的吐了，大家聽我哋就來演唱，看一下歌詞底部寫嘅含義係乜嘅，哈，一首歌嘅色彩也非常嘅好頭腦，哈，也希望大家希望多多支持，謝謝。来做见证，
想问大家一句哈，有thành功嘅一條一場落雙場共樣，完全冇對錯嘅，全部現場嘅，而且呢，音樂什麼尊堂哎，我們的總團長啊哈，啊講國語講客啊，客家國總語啊。團長，來鐘祥清，鐘老師，來起立，謝謝老師，謝謝老師。大家還記得嘛？英雄淚還記得嘛？過去嘅雄風來記得，啊編曲就係啲鐘老師編嘅。哇！仲上一下哦。好，今日今日當什麼大家嗬？在啲時間上嗬，我哋就要係戰戰兢兢的選定時間，主持也好，嚇配合節目也好，希望冇冷場。嚇一出來到啲下，真正當什麼呢個客家鄉親對啲客家文化嘅支持，然後我帶來係共同嘅一首歌嘅。客家世界一家親。係咩？客家世界一家親，都有這樣一位鄉親啦。所有的客家歌手，那個歌手都希望好啦。什麼呢？你驗證過？你去人哋曲集，還有採訪嘅所有嘅觀眾朋友，就是客家文化嘅。今日當然嘅延慢慢，讓什麼大家。天是天，天馬相連，兩黑不變嘅真情，客家的用情良。心連心，客家世界一家親。哦，謝謝耶！还是要再次的感谢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晚会。谢谢你们，谢谢。什麼採訪嘅所有嘅人嘅鄉親哈，謝謝什麼大家。